嗱，又一個成功嘅案例啦！11年嘅寶馬16萬公里，燒機油啦、漏油、漏水呢啲都係寶馬通病嚟嘅，到一定年限嘅一個通病。另外佢仲有一個咧，冷車嘅時候着車咧會死火嘅一個故障。咁呢台車咧陪伴咗車主11年，一直都希望咧可以整翻佢，但係喺香港車房咧好多都建議係劏車噶啦。咁受惠港車北上啦，嚟到我哋中山寶德。我哋俾咗一個合理嘅方案啦，大修附計咧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咁而家嗱，好成功咁樣完成晒，部車又可以再戰10年啦。呢啲膠件咧，嗱呢啲邊嘅膠條已經係老化咗噶啦，所以就會漏水。我哋寶德係中山本土企業，扎根28年，擁有一類嘅維修資質，3萬幾尺嘅廠房，提供一站式整備服務，梗有一款適合你，歡迎你過嚟諮詢檢查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